好，真简单，不过是真水的一条诗歌。咱第三首要来吟圣诗第309首，309首《乌鲁关灵上主》。啊，这首诗歌我想要来带大家来读这首歌的词，互咱来读1到4节，第1节到第4节。啊，咱副歌的部分无要读，互咱就读主歌的部分就好。好，咱来做伙来读过来。乌鲁关灵上主，铁拄行遐围墙，自执同性正做一家，无论黄金捌西，捌苏还是捌西？无输捌西吼，捌西吼。好，第2节，乌鲁不变真理，心灵所能拍开。安慰惊吓忧伤心智偏见盲目独离。好，第3节，乌鲁至亲仁爱，普及万邦万代，男女贫富种族无分，地位悬低无论。好，第4节。乌鲁信仰的话，宣告咱属上帝，活圣殿，基督地基，赐甲头少是伊。好，谢谢。啊，咱即摆就来用第1甲第3节好啊，第1节甲第3节。就到这。今日因为风台关系，华语翻译甲英语翻译暂停。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
上帝赐我一切恩惠，我着安怎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上帝的名。我伫伊所有百姓的面前，对上帝写我的愿。咱参加的吟诗，圣诗第38首，圣诗第38首，我罗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请大家悠然徛伫，做伙按头来祈祷。全能行拯救的上帝，你创造万物，用公义甲仁爱来治理。你收束一切恩惠，时时眷顾阮，保护阮。你启示的真理，有时透过圣经的话，也是阮的周围人来改变阮无好的行为，提醒阮着行的路。阮感谢你，你听世间人通过耶稣基督，你行大拯救，互阮借着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救恩。阮感谢你，总是阮有罪，常常得罪你。阮所以也好，阮无去做，所无欢喜的歹，反转去行，求你赦免。忧愁惊吓，时时充满阮，互阮的心神失迷，求你引带。阮为着身体病痛、心灵困苦，亲人朋友、失事兄弟来代祷。有时阮也记你安尼痛苦，陷入伫黑暗中看袂光。阮的理智、阮的感觉，拢互阮找无你。
阮着惊，总是你悠然显现，安尼奥妙。虽然你是阮捌家己的上帝，总是当阮拄着痛苦时，你永远显现你的慈爱。也求你保守身体艰苦的兄弟，互因伫黑暗中通建立信心，身体强硬的就得到康复，亲人朋友失信兄弟得到安慰。风台过境的时，求你保守全国各地平安，互雨水润泽土地，却无带来伤害。也帮助阮诚做你所吩咐的管家，知安怎来关心大自然，互万米会当好好生活。也求你保守阮的教会，有灵验甲真理充满，互阮勇壮兄弟姊妹会当来关心失志的、人生倒退兄弟。祈祷无到遐所在，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咱掀开信息后面第7111页，启文第61篇，启文第61篇出自《以弗所书》第2章。咱做伙来启应。恁才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开，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咱做来用信息第195首，信息第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起立。
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真理活命是你想事，放愿路是对你来。阮即时较无心来追求你的真理，求信心启示我，启示阮，用活水灌我阮，互阮结出信心的果子，来互你欢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请咱水外听爱读。罗马书第3章21节。现在上帝已经甲咱指示，咱免靠律法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拢无差别，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得到上帝荣光得袂到。不过，对上帝所赐白白恩典，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献耶稣做赎罪祭，通过伊的死，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上帝用安尼来显明伊的义。伫过去，伊用耐心对待人，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嘛要伫现今这个时显明伊家己是义，搁信耶稣的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那安尼，咱还有啥物通夸口？拢无靠啥物法则？靠行为是无？毋是，是靠神的法则。所以，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只有对神。上帝敢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伊竟毋是外邦人的上帝。是，伊嘛是外邦人的上帝。既然上帝只有一位，伊互受割礼犹太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嘛，互无受割礼外邦人对神来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安尼讲，咱因为这个神所予律法失去效力是无，绝对毋是咱颠倒是咧确立律法。愿上帝赐福听伊话，佮照伊话去行的人，会买声信我伫雅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伊要唱的诗歌，我心灵好牧者。
这是啥？伫魔术讲道，题目是伫基督里甲上帝，因信伫基督里甲上帝和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斯班今日用我心灵好牧者这首歌因带咱敬拜上帝。咱读罗马书，为今仔日的经文开始要进入基督的时代，所以通过这首诗，会当开始唤起咱思考甲好牧者中间的关系。2礼拜前，咱读到顶一段经文3章1节到20节，伫遐保罗会当讲总结伊进前为第1章18节一直讲到3章20节的即个规段的论述，讲起全人类的邪恶，也指出讲人拢伫罪恶的关系下面。不过伫即段顶礼拜迄段迄个上尾一节，已经透露一个新的机会。伫遐讲对律法，人知什么是罪。伫遐那亲像咧开始讲起，知影罪是迄个信仰意识的开始。当时我有提出一个问题，我讲知影罪，敢就代表有认罪的即个意思？真特别，顶礼拜古伦神父甲吴信如老师，因伫迄个下晡的演讲，就提出一个真有意思的看法，伫讲起人的罪恶感，伫遐区别罪恶感甲罪识感，罪视感，认识的识，罪视感。这种分法会当讲替咱提供一个袂歹，会当切入去的思考点。伫因的心册内底讲起，罪恶感是感受到家己做毋到代志，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互咱愈沉愈深，互咱变做真软弱，甚至袂顶袂动，徛袂起来。你若话你罪恶感，你徛袂起来。相对的，你若有罪识感，就是真实去认捌家己做毋到，甚至去面对这个事实。这对人来讲非常要紧。这个意义治疗法的大师 Franco， 伊就讲，会晓认错是人的一种尊严。会晓认错是人的尊严。慕尼黑的这个精神科医师 Goris， 佫进一步讲，人若袂晓把握机会去洞察家己是会犯错的人，安尼伊嘛无法度去洞察伊家己存在的本质，伊家己的自由，甲家己的责任。对这个角度，咱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经文。今日经文一开始讲现在，大语古早圣经翻做讲当。咱若佫读到下骹26节，佫出现一解现今，现今。差不多所有的神学家、圣经学者拢甲咱讲，即句话最要紧的，因为希腊文内底有2字讲到时间的希腊文。一字是 chronos，chronos 就是敢若1分1秒咧滴答滴答在进行的迄个时间叫做 chronos。但是另外一字希腊文是 kairos，kairos 是讲真特别的一个时机，毋是迄滴滴答答的迄个时间，是特别的一个时机。咱的圣经有的时阵表达讲时要到，当就是啊。而且用的是这个契机的意思 ，kairos， 26节就有用 kairos， 表示讲上帝当要用伊的行动，要来显明伊的义，这个时已经到啊。上帝主动要出手啊，所以这个当这个现今这个是一种天启的概念，
终末的概念，上帝主权伫要实现的概念。保罗相信，耶稣已经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耶稣事件是上帝末世的一个天启的事件。那呢，搁落去搁有一句表达讲，上帝已经甲咱指示，也讲上帝已经甲咱指示。这里原来意思讲，上帝已经互咱知影，上帝已经向咱显明。这同款带有终末天启的意思。咱拄仔启应文交托的时阵，读到以弗所第2章，第3章，保罗嘛讲到同款的这个概念。上帝已经杀倒迄个墙，犹太人甲外邦人平平要成做上帝囝子。伫遐保罗讲，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咱若读以弗所3章50到60，伫遐讲，这个奥秘过去无人知，但上帝通过圣神，已经互伊的圣使徒甲先知咱启示。同款的表达方式，表示讲，这个新的时代来啊，这是一个古早人唔知影，现在要互恁知的。这个奥秘就是福音，因为福音将上帝义显明，为着要拯救世界。咱就为这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经文3章21节。保罗讲，咱唔免靠律法。原文是讲，伫法律的外口，伫法律以外，真有意思。伫遮保罗的律法 nomos 无冠词，所以毋是咧特别指犹太律法，是咧指人世间各种的文化、价值、体制、法度。换一句话，每一个所在拢有即个律法，为依其特殊生活的规范的。有时阵，即种的法度会落落去，为着要维持权力，煞变做一种威权的体制。咱近代有真侪即种的例，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古早台湾38党，全世界上长的戒严。今仔日中国、香港，阁有国安法，这嘛通讲是一种法律。但是是歹的法律。保罗讲，不管是传统的文化体制，还是讲落落去威权的体制，上帝要伫遮以外开一条新的路。开什么路？就是搁落去一句话：上帝要互人拢通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过去人要靠体制活出生命意义，行袂通。保罗讲，上帝开新路，就是要互咱甲伊和好，有合宜的关系。这句话合宜的关系，原文是上帝义。咱伫罗马书1章17节迄个上关键的经文已经讲过，义有的时阵翻做公平正义。有的时阵翻做称作义，英文讲 justice， 还是 justification， 无共款。但是不管讲公义还是称义，拢无表达迄个关系的面，拢无讲到迄个关系和好。所以现代译本，不管中文译本、台语译本，拢翻译做建立合宜的关系。这是真白。佫真清楚的一个翻译，真确定的就是上帝义，毋是讲一个过程，一个迄个时间，上帝人完成法律的要求，嘛毋是咧讲法庭内底迄个审判甲迄个处罚，是咧讲一个过程，人怎样会当甲上帝和好，建立关系，而且有新的名分。有一个新的身份，这通讲是一个和好的过程。圣经学者巴克利讲，称义就是上帝对待罪人，那亲像伊
一直拢毋是罪人共款，无甲罪人看做是爱处罚的对象，甲伊看做是伊所疼的囝儿。咱会当用咱一般的经验来想象，那亲像翁仔某冤家，老爸甲囝儿、爸母甲囝儿冤家，男女朋友失和，还是好朋友因为代志冤家，总是有机会的时阵，会当定心和好，建立关系。但是义这里出手的、主动的是上帝，所以义就是指上帝主动出手，要甲人恢复关系。保罗接落去讲，律法甲先知拢为着这做见证。确实，旧约圣经犹太的经书嘛是咧讲上帝义。旧约内底早就讲起上帝对人的温情，上帝毋望人拢分享伊的义。上出名一个例，就是先知米迦6章8节所讲的：世间人啊，上主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伊爱要求你什么，就是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同行。旧约的律法甲先知已经为着上帝的义做见证。今日保罗讲，这拢要伫耶稣基督内面得到实现。咱进入3章22节，保罗搁一解讲，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耶稣基督。上帝安尼对待所有信耶稣的人、信基督的人，拢无差别。而且保罗搁一解强调，旧的方法已经行袂通。旧的方法就是靠家己的道德的力量，还是要尊探权力体制的运作。当时机已经成熟，上帝要显明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已经将上帝对人的态度显明出来。通过耶稣，咱认捌上帝疼咱。简单讲，旧的方法就是服从律法的方法。重点是变做是人家己会当做什么，人想讲家己会当成就什么，甚至到尾啊，人想讲我会当夸口什么。但是新的方法毋是安尼，新的方法是稳定的方法。新的方法是咧讲，上帝要为着人做什么，上帝嘛已经为着咱做什么。这个新的方法讲，要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是通过信，通过信。咱台语圣经翻做讲对信，对信。因为希腊文讲利亚，利亚就是通过，通过信。换一句话讲，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指示的这个新的道路。搁较明确讲，咱就要学习谦卑、忏悔，用信心接受上帝伫基督内面所赏赐予咱的慈悲甲恩典。3章23节，保罗搁一解回顾进前讲的话，伊用一句话通讲甲头前规大段1章到3章做一个摘要。伊讲，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抵到上帝荣光得袂到。旧的翻译讲，亏欠上帝的荣耀。荣光这字还是荣耀这字，嘛真有意思。希腊文讲毒撒，毒撒意思是人的意见，人对人的评价，还是讲人有的名声，人对人的认定。伫内底出现的，就是一种想法甲意见。伫外口去用看见的，就是你是有荣光、有光荣的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因为人拢犯罪，咱拢达袂到上帝对咱的评价。
达袂到上帝对咱的意见，所以讲亏欠上帝的好评，无值得领受上帝的荣耀。毒杀这里伫旧约的这个希腊文译本74译本，常常后来用来翻译希伯来文的这个卡波特。卡波就是讲上帝在会幕出现的时阵，充满荣光。啊，是讲上帝在圣殿临在的时阵，充满荣光。这个卡波伫旧约有一个意思，讲你若定定接近这个上帝荣光，你定定来圣殿亲近上帝，你就会分享迄个荣光，你就会接受为上帝遐来迄种提升信仰甲生命品质的迄个快乐。如何光照神圣的光照，你如何光照，你生命就愈提升。我最爱讲，保罗伫遮用这个规个这个真特别的这个概念，伫遐讲人的心若无上帝光照，人若继续活伫罪中间，人就失落喜乐、平安甲愿望，沉落去伫黑暗中间。这是日本出名的圣经学者室内元忠雄，伊对罗马书真有意思的解说。进入3章24节，对上帝所赏赐白白的恩典，通过基督耶稣完成的救赎，人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伫遮白白啊，甲恩典这两字，其实是相通的啦。白白就是毋免咱付出代价，恩典这字原来就是有礼物的意思，所以这两字合起来搁较强。白白的恩典代表迄个上帝疼，原来是咱袂堪得到的，但正做礼物要赏赐互咱，赏赐互咱要安怎？互咱通过耶稣基督来得到救赎。救赎这字有真完整的概念，有时阵会当指迄个赎价，咱欠人钱啊，去用掠去付出赎价，甲人赎回来。嘛会当指奴隶得到讨棒，奴隶本来是属伫主人的，但主人予伊自由，得到讨棒。所以救赎这字嘛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毋是干那讲得到赦免那定。进一步也包括讲上帝宣告人是自由的，也包括咱伫基督内面有新的身份、新的地位。这是因为白白恩典所得到的礼物。到25节，保罗搁较进一步用圣殿献祭的迄个景象，要来描写这个耶稣的恩典所要带来的改变。伫遐讲，上帝献耶稣做赎罪祭，通过伊的死，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献这个原文会当讲是上帝决意，上帝决心要安怎？上帝决心要安怎？伊的死这个原文是伊的血，伊所流的血。换句话讲，伊的死这个，就是表达耶稣受难死到告我规个十字架的事件。赎罪祭这个搁较复杂，原文是施温做，这伫旧约内底讲希腊斯提利用，希腊文讲希腊斯提利用，就是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献祭通得到赎罪的迄个所在。有的圣经翻做挽回祭，伫遮学者大概拢同意，保罗伫遮要强调的，就是耶稣正做新的赎罪祭，新的施恩的迄个座位。伫遮讲耶稣是赎罪祭，毋是干那讲伊是祭物那定，伊毋是迄个祭物，古早用牛啊、羊啊做精生来献祭。耶稣变做新的祭物，毋
毋是安尼那定。伫遮讲的是迄个献祭的方法，规个献祭的迄个机制，迄个 mechanism。古早是靠献祭，当毋免，当只要进入耶稣基督，伫基督内面，你就得到赎回。所以耶稣伫遮保罗的意思是讲，伊已经取代旧的圣殿，伊成做一个新的属灵的圣殿。当咱讲咱伫基督内面，在基督里，英文足简单讲 in Christ， 咱已经伫基督内面，即句话就代表。通过救赎，咱所得到新的地位，以及甲上帝新的关系。26节下半到26节，保罗讲，上帝互人对信来得到赦罪，伫遮凸显上帝义的问题。上帝怎样要显明伊的义呢？伊敢是公义的？上帝公义。但是伊对待罪人，哪亲像义人安尼？安尼伊敢算是公义？不管是有律法的犹太人，也是照自然律生活的外邦人，听到即句话，因可能会讲：上帝若是公义，伊应该判遐个犯罪的人做罪人啊！伊哪会讲因是义人呢？安尼上帝敢是公义的？保罗伫遮提出真有意思的。一个解说，伊讲上帝并无看目睭，无爱看人的罪，上帝只不过是咧宽容人那定。25节伫遐讲，伫过去伊用耐心对待人，宽容因以前所犯的罪。宽容即字有迄个搬过的意思，旧约迄个搬过节，搬过的意思，上帝搬过迄个罪，还是讲延迟执行迄个处罚，本来应该甲你处罚，我延后，上帝宽容，但是宽容并无解决罪的问题啊，罪还是要处理啊，上帝嘛是爱去除去罪啊，所以上帝用公义的方法来完成伊慈悲赦免的方式，伊安怎做？伊决意将伊的生气发伫伊家己的囝身躯顶。换一句来讲，就是发伫伊家己身躯顶。所以伫遮保罗讲，上帝大声吞忍、宽容人的罪，然后他靠基督的死除去人的罪。所以人只要有信心，就会当甲伊建立合宜的关系。保罗伫遮证明。上帝显明，伊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伊无甲罪看做无要紧，但是用伊家己的囝做方法来除去人的罪。学者 Cranfield 甲即个方法，伊叫做同价的赦免。同价赦免，即个赦免是付出同价才完成的。保罗伫遮讲，上帝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且毋是像过去伫圣殿一届搁一届啊献祭，是通过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死，一届就完成的。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咱嘛读到同款的表达。耶稣基督就是迄个上帝迄个大祭司，至高的大祭司，一届搁永久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保罗讲。当要伫现今即时显明伊家己是义，互信耶稣的人拢甲伊有合宜的关系。咱来进入最后一段，27节到31节。伫即段中间，保罗讲无人会当夸口，只有通过信。信是一个法则，新的法则。37节，你讲无人会当夸口，咱还有啥物通夸口？拢无。靠啥物法则？靠行为吗？毋是，是靠信的法则。保罗讲，既然无人会当靠家己的努力甲上帝和好，而且每一个人拢亏欠上帝的荣耀，
安尼一切自高自满、夸耀家己成就这种骄傲，拢已经徛袂牢。人着学习谦卑。伫台湾，咱定定叫政治人物爱谦卑，但是基督徒更较爱谦卑。谦卑，保罗讲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袂通夸口。280，阮认定人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毋是靠守律法的行为，只有对信。搁一摆强调，所谓自夸，为什么徛袂牢？因为信的法则。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甚物款人，拢是行信心的路，才会当甲上帝和好。所以，这个信心的路指出无分别，大家拢是平平伫上帝面头前。29节到30节，保罗用犹太人伫会堂做礼拜时阵，一开始拢爱读迄个宣嘛，誓嘛，就是为申命记6章40来的。伫遐讲以色列啦，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保罗伫遮毋但呼吁信徒都爱谦卑，搁进一步强调因爱合一。上帝的方法对犹太人、对外邦人，拢是同款，拢是公平，拢是对信这条路。所以保罗呼吁信徒毋但谦卑，都爱拍破彼此的偏见，追求合一。安尼才会当塑造伫基督内面的新的人类、新的社群、新的共同体。最后一节，保罗讲安尼讲，咱因为这个信，煞互律法失去效率吗？绝对毋是。咱颠倒是要确立律法。这句话意思是啥物？保罗讲，信心的理解并无违反律法的精神，只不过是方法无共款而已，但是精神是共款的，拢是爱咱行上帝道路。不过呢，过去的时代守律法、守诫命是惊上帝审判。保罗讲，迄个时代已经过去啊，咱进入新的时代。伫新的时代内面，人努力要守上帝律法，毋是惊上帝的审判甲处罚，是伊知影，伊就要尽力去实践信仰，才会堪得上帝的疼。上帝先疼咱，所以互咱愿意努力做好来回应上帝。当人为善守律法，毋是因为伊惊上帝，是因为伊疼上帝。愿意伫疼的律法内面来做好，这就是律法通得到坚固、得到确立的意思。各位兄弟，咱今日读这段经文，会当学习甚物款的功课？我想简单甲大家分享3点。头一点，人要怎样甲上帝和好？过去犹太教伊会安尼回答，就认真守律法啦，努力达到律法的要求啊，安尼你就会当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知结果是无人做会到。顶礼拜讲到律法，叫人知影做，互人知影做。律法所显明的是人的软弱，人的无完全，人家己甲群体的罪。咱伫箴言的所在有讲到古伦神父甲吴信如老师伫遐因的册内底讲起罪恶感甲罪耻感的关系。伫迄个册内底嘛讲起一个真有意思的概念：一个人若要认清家己的罪，承认家己的罪，伊必须爱有一个家己无条件受接纳的经验。换一句来讲，咱拢知家己是无完全的，
充满罪恶的，总是上帝却接纳咱。这种无条件受接纳的经验，会当互咱搁较深愿意承认家己的罪，承认家己的错误。换一句话讲，认捌着讲认错，并未失落咱的尊严。认错嘛袂互咱甲上帝隔离。这种互上主无条件接纳的经验，就是保罗咧讲的迄个恩典的经验，白白恩典的经验。这也是咱甲上帝好好必经的路。通过认罪，也知影家己去互上帝无条件接纳，通成做上帝囝儿。咱所属的改革宗传统，甲恩典叫做带有改变困难的恩典 （transforming grace）。恩典是一个带有改变困难的恩典。当咱经历到上帝接纳咱的时阵，咱就让重新为了家己做一个新的定义。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我是一个新的我。一个重新塑造的我，就可能开始改变。这一切拢是为恩典开始。第二，甲这个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咱卖当来思考：为什么有的人想要停留伫甲上帝隔离的状态？还是讲想要逃避上帝？还是讲惊上帝，惊甲上帝相拄？保罗咧3章25节底下讲，上帝用耐心对待人，宽容人过去的罪。上帝耐心宽容，是毋是会因为安尼，煞互人选择要继续留伫罪中间，还是逃避上帝吗？咱会记得伫爱甸乐园，上帝对亚当夏娃伫遐吼叫讲：恁伫倒？恁伫倒？原来，迄个第一对犯罪，迄个犯罪者，因为见笑。逃避，上帝伫遐话：你伫倒？你伫倒？出名的诗人 Francis Thompson， 顶世纪，19世纪，写一首真出名的诗，182字的诗，叫做《天顶的猎犬》天堂的猎犬 ，Hounds of Heaven。这首诗一写出来，哇，引起真侪宗教界的注目。伫诗内底，伫遐讲人的灵魂一直在逃闪上帝，伊感觉到后壁有一只狗伫遐甲追，但是只狗一点仔拢无急，一步一步跟在伊后壁，如影随形啊！伊行到倒，跟到倒。这个灵魂一直走，一直闪，到最后。因为迄个后壁的声音，互伊感受到讲，迄毋是一个可怕的困难，是一个神圣的恩典。到最后，灵魂才专心屈服伫迄个上帝恩典的下面。这首诗通讲咧描写人想要逃闪上帝，总是最后甲上帝相揽的宗教经验。奥古斯丁家己伫忏悔录内底嘛安尼讲：上帝啊，你为着你家己创造阮每一个人，所以阮是属于你的。也因为安尼，阮的心永远袂得到安息，直到阮安息伫你内面。人的心永远袂得到安息，直到人安息伫上帝内面。最后一点，咱对几礼拜前开始咧讲咧罪恶的关系时阵，咱有讲起罪恶的关系是一种群体性的、集体的势力。对这今仔日经文开始，咱要开始读义，咱进入义的关系。义的关系嘛是集体性的、团体性的。咱若为3章一直读到第5章，你会看到保罗的主词拢是咱。我们，伊毋是个人的我，是我们。
所以上帝要解决做的问题，毋是为了个人，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群体，要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咱甲上帝和好，无应该停留伫个人的层面，因为当咱每一个人个人拢活出义的生命价值的时阵，咱要成做一个新的共同体、新的群体。我用一个例来做结论。咱拢知影，保罗写批予腓利门的故事。腓利门有一个奴隶，叫做俄尼西姆，逃走。结果后来保罗去拄着伊，引带伊信主，伊成做保罗的助手兄弟。所以保罗写批甲腓利门讲，恳求你接纳你的这个奴隶逃走的奴隶。读到这，咱敢若知影这故事前半段，咱毋知影后来结果是安怎。但是有一个可能，初代教父伊格纳修伊捌做伫个讲道内底讲过一个故事。伊讲初代教会有一个主教叫做俄尼西姆，是奴隶出身的。因为信耶稣以后，伊能力真好。到尾也去用选做以弗所的主教。Ignatius 讲，伫伊的会众内底有一位伊古早的主人。伊无讲是毋是腓利门，但是咱为这个故事去想象，因可能和好，毋若和好，有一个新的关系，团体的关系。古早做奴仆的，伫台顶讲道。古早做主人的，伫台仔骹听道理。这通讲是一个结构性罪恶的制度受转化的一个结果。上帝义也要带来新的群体、新的群体的关系。咱较定做伙唱圣诗309首，也是咧描写这种新的群体的关系。当咱唱这首诗的时阵，请咱也来回想今仔的经文，咧讲起迄个新的关系，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款式？咱做伙三个额头来祈祷。恩典跳动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保罗的经文，提醒阮耶稣带来新的时代。伫新的时代，有新的方法，要互阮甲你和好。这个方法是对你遐主动来，白白的恩典。通过信耶稣基督，认捌你的好，通互阮甲你用信心建立关系。恳求你帮助阮，无搁道闪你，也无要继续倚靠你过去宽容吞忍，是愿意转身，甲你相揽，成做你的囝儿。也通过成做你的囝儿，我要开始塑造新的共同体，生命甲信仰的共同体。恳求你，毋但恩典伫阮中间，也将新的气力通过圣神，赏赐互阮每一位，三甲起造新的共同体。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信息309首，信息第309首，阿罗宽仁上主，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为中立会、小会召开甲好会改选规划；第二，为圣经校秋季班的开课甲学习；第三，为风台过境全国各地平安大道。请咱三甲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是请尼泊先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祈祷。至尊至悬的上帝，感谢你带领教会的事工，拢会当顺利准备进行。愿深知主耶稣基督是阮的头，是教会独一的地基。今日下晡，阮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讨论10月15日会员互会中执改选的代志。愿同心共敬，将这个会议仰望交托伫主手中，求你看顾，赐阮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共同的看见，选出合你心意的同工，愿你的旨意伫成。今仔日圣经学秋季班要开始上课，求你予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参与，求你陪伴阮的心，谦卑顺服来领受你的教示。保守阮的学习分享，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满满的祝福，生命得到成长，信仰搁较坚固。将阮丰富的主，愿知你有大权能，搁有满满的慈悲怜悯。感谢你保守教会改建以来，规个风台拢转活出去，互台湾无受到过头的灾害。这边的风台，也求你继续施恩赐福，保守台湾会当平安度过，袂发生性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来奉献。大家请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祈祷。
请坐。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第二，这学期信义校球队员伫今日开始上课，会记得准时参加。课程内容请咱家己过目。欢迎大家还未报名的，会使继续报名。第三，新校礼拜日伫9月24下晡2点举行，欢迎兄弟参加。第四，台湾新学院新学系要开始展开报名。这学期伫咱9月开2门课，课程内容请咱家己过目，欢迎兄弟报名参加。团契消息，妇女团契这礼拜聚会是练习。具体消息，徐义华兄弟8月26上午伫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安孝主怀，女婿97年，愿上帝安慰伊祖。个别礼拜伫9月5下晡1点半伫大礼拜堂举行。5月主姊妹8月27永安伫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安孝主怀，女婿88年，愿上帝安慰伊祖。个别礼拜伫9月11下晡1点伫大礼拜堂举行。洪成美姊妹8月29下晡伫厝安孝主怀，女婿85年，愿上帝安慰伊祖。个别礼拜伫9月17下晡1点半伫大礼拜堂举行。开会消息，今日下晡1点伫203教室召开中职会，煞了举行小会，敬请中职准备先参加。其他消息，台岛事项顶酒奉献，事奉人员请咱家己过目，请田牧师介绍请安。各位兄弟，咱对顶礼拜开始，伫咱的主日学教室有开始即个贾伟的纪念的即个展览，我伫遮特别鼓励咱大家有机会找时间会当去遐参观。贾伟牧师是伫南投伫中部地区做真要紧的工作，咱北部兄弟可能对伊无遐尼熟悉伊家己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开创一种本地医疗团队的模式。伊家己读新学院，后来搁去日本读医学院，开创出一种医疗团队的模式。有时咱过去真爱安尼表达讲，伊是白衫换乌衫，乌衫换白衫安尼迄个医生服脱起来，着穿牧师服，牧师服脱起来换医生服。是真特别的一个医疗团队的模式的一个典范然后伊阁是一个自由传道者。为少年的时阵，伊就决意讲，伊一生要自由传道，自给自立过真简朴的生活，但是呢，伊的工作拢无受任何限制。伊开发出一种志愿奋发的精神自立所以咱看见伊家己创办利林基督教病院，这通讲是本地人家己开创头一间病院，这拢是伊做真有意思的贡献，一生最后咱知影车祸过身去，互真侪人感觉真毋甘，但是伊留真水的典范，所以请大家有时间会当去主日学教室看即个真好的展览，伫遮要介绍咱今日有2位人客。一位是为新加坡来沈景仁弟兄欢迎一位是李丽清姐妹，欢迎请兄弟大家彼此请安
最后来迎信息，信息第395首，信息第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起立，迎喜煞请题目书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别倒闭会，若是需要大倒兄弟，会当到礼拜堂外口这路迄边雨伞骹。